用不到20块钱就能调出来价值1000元的茅台酒的口感。今天啊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白酒的科技与狠活。首先啊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95%的食用酒精，200毫升左右，然后再加入纯净水，大概180毫升左右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酒精度数大概就是53度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核心科技了。我把盖儿呢提前都打开了，为了节省时间哈。好多朋友说这个酒的沉香和凉香怎么出来呢？别着急，慢慢看。首先依次加入这些高科技，但是大家一定记得啊，不要加多哈，1到2滴就可以了。因为什么啊？酒的凉香和曲香，时间长了的老酒的凉香和曲香就靠这些东西来调味了。尤其是这个茅台香精，大家记住加1滴就可以了。你看哈，这一小瓶只有30毫升，但是这一小瓶啊可以调出来200斤的茅香酒，厉害吧？好了，加进去之后啊，搅拌一下，你看酒花都有了，对吧？其实啊，我们的老酒里边啊，时间长了之后啊，放个10年8年，它都会自然产生这种物质的。但是咱现在不是科技时代了嘛，对吧？不用等个10年8年，2秒钟就能让大家感受老酒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加入我们的这个除苦剂。除苦剂呢，可以去除酒精里边的酸涩感，去除苦感。然后接下来，这是最关键的，这叫什么呀？叫食用甘油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你看现在这个酒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像水一样，对吧？那么首先，接下来加入食用甘油是为什么？增加这个酒的粘稠度，让大家能够看到挂杯的感觉。我给大家加进去，感受一下，什么叫挂杯？好了，加进去之后呢，进行一个搅拌，然后接下来让大家全方位的感受一下这个酒的挂杯的感觉，能不能看到？能看到吧？你看，在这个杯壁上挂杯的情况就出现了。好了。